1966年5月7日，毛泽东发动10党的文化大革命，这是一场政治运动，动员上千上万的红卫兵，伫中国进行阶级斗争。2001年5月7日，台湾第一支反上战机联队伫新竹空军基地成军，当时正副总统陈水扁、卢秀莲拢前往新竹空军基地参加典礼。2002年5月7日，由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天宫2型防空飞弹头一次公开实弹射击，当时总统陈水扁亲自前往屏东举行试射场。2016年5月7日，被判处死刑的台北捷运随机杀人犯郑捷，伫即天执行枪决。伊伫2014年伫台北捷运车厢杀人，造成4个人死亡，24个人受伤，是台湾重大刑事案件之一。